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我係宇峰。今集嘅主題係：如果我再愛佢多一啲，他會活下來嗎？自殺者親友嘅無盡自責。我哋嘗試喺自殺者親友嘅獨白去歸納出6個哀傷嘅主題。第一就係深沉嘅悲痛同埋失落感，第二就係內疚與自我責備，第三係對過去嘅悔恨同無助，第四係心理與生理上嘅影響，第五係複雜嘅情感矛盾，第六係恐懼同擔憂嘅延續。喺第一點嘅話，深層嘅悲痛同失落感。自殺所帶嚟嘅傷痛比其他嘅形式死亡係更加嚟之沉重，就好似 sudden death 咁樣嚟得好突然，冇預警，亦都冇機會去道別。失去親人之後，親友可能會經歷巨大嘅情感空洞同埋痛苦。佢哋曾經講話喺家族入邊，好多人會離開，但係從來都唔似自殺咁令人痛苦。佢哋覺得自殺就好似呃咗佢哋，害到佢哋冇時間講再見。第二就係內疚與自我責備，親友成日都會好反芻地問自己係咪可以改變到呢個事情嘅結局，甚至係懷疑自己係咪做錯咗啲乜嘢嘢。呢一種內疚感係自殺者親友面臨嘅常見問題。我哋例如佢哋曾經分享話，我覺得如果係咪我能夠做一啲唔一樣嘅嘢，俾佢感覺到更多嘅愛，佢一定會好好咁樣活着。究竟係咪自己做錯咗啲乜嘢嘢呢？我冇機會再同佢講對唔住啦。第三就係對過去嘅悔恨同埋無助，親友經常會夢見能夠有第二次機會去挽救死者，但係又冇辦法去改變到呢個現實，更加使佢哋感到無助。例如佢哋曾經分享，我一直夢見佢哋，我有另一個機會可以挽救佢啊！你覺得自己好似咩都做唔到，心裏充滿咗無助嘅感覺。第四係心理同生理上嘅影響，自殺事件對親友佢哋可能帶嚟一種叫做身心長期嘅影響，甚至呢一種嘅創傷可能會蔓延到成個家庭。咁例如曾經佢哋分享喺嗰陣時開始，佢嘅太太就有胃痛嘅問題，家姐都患咗胃潰瘍，雙胞胎嘅兄弟亦都嘗試企圖自殺等等。第五就係複雜嘅情感矛盾，自殺者嘅親友可能會喺悲痛中同時感到一個如釋負重嘅情緒，但係呢一個令佢哋會感覺更加內疚，加重咗佢哋嘅心理負擔。例如佢哋曾經分享話，我對如釋負重嘅感覺有罪惡感，我變得更加敏感，容易受傷。第六就係佢哋內心可能會有好多嘅恐懼同埋擔憂，一路喺生活上延續落去，好影響到佢哋。例如佢哋好擔心喺屋企入邊再有自殺嘅事情發生。例如佢哋曾經分享話，我非常害怕其他嘅屋企人都自殺，我一直喺度問點解？點解？點解？如果總結嚟講，呢啲主題就歸納出一啲自殺者親友佢哋面對失去嘅時候嗰一種好複雜嘅心理狀態。咁我哋今集嘅 intention 係好希望讓大家能夠對自殺者遺族有多一啲嘅了解，多一啲嘅明白，多一啲嘅同理。我哋亦都好希望借住而家嘅機會去
祝福一啲可能經歷緊、面對緊心愛嘅人自殺嘅朋友，願佢哋都能夠平安，願佢哋都能夠照顧好自己。多謝大家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對我哋嘅資訊有興趣，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拜拜。